哪吒電影有咁多仙人，廣州都有仙人留低嘅腳印，係有歷史記載㗎，成個腳形都喺晒度。嗱，傳說中3000年前廣州鬧饑荒，5位仙人騎5羊贈稻穗俾廣州人，做完好事之後呢，啲仙人就咁樣一揼地就飛翻去天界啦，就留低咗個仙人腳印喺度。呢度就係5仙觀嘅仙人母跡。651年前，明朝嘅朱元璋就喺呢度修建咗嶺南第一樓。嶺南第一樓嘅5仙觀喺惠福路噶嘛。咁喺唐宋元明嗰陣呢，惠福路隔離就係珠江邊嚟㗎。外地嘅客商啊，佢哋坐船一見到嶺南第一樓就知道，到廣州啦，可以做生意啦。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啊，寒山寺嘅鐘係最出名，但係都比唔上我哋廣州嶺南第一樓上面呢口禁鐘，因為禁鐘無論係體積係面積啊，同埋重量呢，都係寒山寺鐘嘅2倍，佢係崩咗個口嘅，你睇下嗱。為食嘅廣東人咧，會唔會諗到係咪好似我哋廣東吳川嘅標誌性食品爛鑊炒粉嗰隻爛鑊啊？如果想感受唐宋時期廣州嘅市井生活，只要戴住 VR 眼鏡啊，1秒鐘穿越翻去廣府夢華錄出發，哇！成個古代街景盡收眼底，太神奇啦！有咁多各種各樣嘅古董喎，你可以將佢揸起身㗎，仲可以見到蘇東坡先生同你傾偈，蘇生有禮。哇！仲坐上飛碟，我見到珠江上面有咁多嘅商船往來，廣州真係好發達啦！